新竹地区违规营业的计程车，也就是咱讲的这白牌仔车，情形是真严重。新竹的监理站参交通队最近组成一个联合小组，要加强伫咧车头前处地依法处罚驾驶人10万块，而且会吊扣驾照甲轿车4个月。车站头前客停车照规矩排队等人客，不过在新竹地区宣传出有袂少大家讲白牌车的违规车辆非法载客，影响到合法客停车的成立。就说白牌车已经是日积月累，已经20-30年了。很严重吗？状况？那很严重啊，他们比我们黄牌子还多啊。客人是占小便宜啊，他坐车便宜，他也不会去举发那个。白牌车在新竹县新竹市的载客率跟我们差不多，那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小农的生计。如果说他们有就是想要比较便宜一点搭车的话，他们会选择白牌的比较多这样。新竹市监理站参交通队联合小组最近在火车站稽查，也当场抓到收100块车主的违规车辆，依法处罚驾驶人10万块。一般驾驶人都没有承认它是非法的计程车。那我们经过盘查，乘客有叫车的动作，同时最主要有付款100元，在火车站下车。监理站指出，白牌车是一般的自用车，驾驶资格、车辆甲保险拢无受到相关规范，风险真悬，请民众唔通贪一时的方便，选择违法车辆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